在地新闻，高雄凤山今仔中昼发生车祸，一台乌车伫咧路口要倒弯，和对向直行驶过来的白车相撞，海边啊大转区，东红顶3台乌托摆拢互弄到。伫车正济即个路口，有一台要倒坏的普色的休旅车，甲要直行的一台白色的轿车相撞，白车卡伫咧顶仔卡，差一点仔就弄入去店内。 过红绿灯快要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才看到一台车子从旁边就左转的车子那边出来啊，我就马上就踩刹车了，但是他还是继续前进。车祸发生伫咧初三中昼12点外，高雄凤山区定清路甲中山西路口，两台车相撞了，也估计弄到泰山区内面停等红灯的3台乌托摆，人拢受伤送病治疗。好佳在拢是车伤无大碍，5个人救急台拢零。 对向也有那个待转车嘛，我看没有车，我就慢慢转过来，就嘣一声，对，车就被撞到。初步肇事原因研判为张男转弯时未礼让直行车，杨男未注意车前状况。共即个路口，伫去年12月中，也有发生一件要倒弯的车甲直行的车相撞的车祸，迄当阵也弄到台专区内面4台乌托摆，总共6个人受伤。 因为定清路正伫咧做一运黄线工程施工，路变较坏。警方讲，经过路口西弯，爱照灯号行，唔通抢紧，也要注意车头前的状况，保持安全的距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